5月27日，廣州市自媒體協會主辦第4屆灣區自媒體創新發展大會，與會嘉賓以暢響灣區築夢全運為主題，圍繞產業科技共話創新、共謀未來，為廣州、灣區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貢獻自媒體力量。現場還有傑出廣州企業代表向賓客展科技、文創等成果。好，15萬會咁就咁啊！支持廣州全運會，真係之後啊，而家試辦中，得唔得？活動得到來自粵港澳大灣區和北京、上海、成都、南京、濟南自媒體代表，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成都、長沙、武漢、昆明、海口、無錫自媒體相關行業協會的近100位代表出席活動，共14個城市的自媒體相關行業協會代表自發起了自媒體共贏全運會協同計劃，以行業力量賦能城市發展。現場特設財經大 B 看廣州灣區引擎向新出發圓桌對話環節，多個自媒體協會代表圍繞主題自媒體作品中的城市故事如此生動暢談分享。大會同步啟動了暢響灣區築夢全運2025年灣區自媒體行，公布了讀懂廣州2025年自媒體創作徵集活動優秀作品榜單。嗱，今日呢個活動呢，我係從香港警嫂過嚟，哇！真係我哋香港幾咁撐。記得點讚關注哦。